王建的太和小说《杨梅三部曲》，题谱历史的脚印，也是来到2000年台湾文艺杂志第170期开始连载的，可以讲是年稿的第二集出，第二集突集，第一集突集是乜嘢呢？是钟守真钟老看过以后，他就很爱一听要做台湾文艺连载，所以呢，嗰樣時王建都有轉台北嘛，那就出隻都給他書中接拍也佢睇睇嘅年稿，就開始到170期嘅台灣文藝連載，因為當時一個楊梅三部曲係王建後期嘅作品，佢早期嘅作品呢，在台灣嘅時間，佢寫就人講嘅閨秀小說，比較較五線化一些，平常所有媒體都較容易接受。不過佢到過去美國生活以後呢，佢寫作品的題材就有所轉變，佢當注意台灣人的反抗的精神，包括政治的個語言啊，像228事件以後到來的國民黨的統治，比較頭擺嘅細加日本時代日本人的統治，兩個就算係外來政權，都是一種壓制的，包括語言，所以呢，其實有當道事件會轉成專門苗栗，佢要參加反退運動，參加反我母語運動。雖然佢個作品呢係用漢語寫出來，就用中文寫出來，但係個文學嘅體境、書中人物嘅神法，所有嘅就係頭擺細嘅神法嘅地方，就係楊梅嘛，主要係楊梅。當時楊梅地區係算咧客家人嘅當習種嘅地方，嗰樣時候外來嘅人較少，所以算係純粹嘅客家莊。第一本書這本呢，對楊梅地區嘅人文體境、生活習慣一流，全部都係純粹嘅客家人民嘅生活。